平安。让我们能够在圣诞主日的当中纪念耶稣的降生，也为我们自己预备好心，让我们能够迎接基督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祝福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过圣诞主日的时候，预备好我们的心，迎接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你也将平安喜乐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也把这样的平安喜乐传给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所有的器械设备，所有的人力物力都为主你所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让我们同颂主在圣殿中。
请听上帝的话语。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祈祷。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给万民。国家领导人因私欲导致各地战乱频传，造成人民生活的不安定。祈求仁慈的上帝赐给世人缔造和平的真心，使每个人尽其所能，促进世界的和平。我们也为所有的基督徒祈祷，普照世人的真光今已降临，求主以他唯一的圣子，得到充满基督徒的心灵，成为现代世人传福音有力的见证。我们也为全世界的婴孩来祈祷，愿上帝赐福给每个降生的新生命，尤其那些被遗弃的、法定出生的、受凌虐的，以及先天后天残疾病弱的，在战火中以及饥饿中的婴孩们，使他们每一个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以及养育，在爱与尊重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也祈求圣灵与我们今日崇拜的同在，愿荣耀归于你。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弟兄姐妹们，若因为不便久站，在敬拜时中可以坐下来，只要心灵诚实，一样可以很喜悦的用诗歌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接下来呢，我们请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这美好的圣诞主日，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神。
众请坐。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感谢耶稣，在这美好的季节，他成为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一同来齐声来，一同来赞美敬拜他。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就是主耶稣基督。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我们一同起立拍手。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普天同庆2000年前，2000年前，为你为我，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报好消息，报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普天同庆，普天同庆2000年前， 2000
让我们一同起身宣扬，传报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起身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我们一同向左右两边的朋友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小小君王，小小君王在马槽里，在马槽里，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报好消息，让我们一同起身宣扬，传报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起身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让我们一同起身宣扬，传报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起身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耶稣降生，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圣诞快乐！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亚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小组。接下来起应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日的起应经文在诗篇第98篇第1至第9节。以下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大水拍手，一起，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感谢主。本周是耶稣降生礼拜，我们将会点燃所有的蜡烛。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南亚国家马尔地夫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教会祷告，圣保罗堂王光裕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主导文来同声祷告，请。那天上的父，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了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让我们人的债，让我们也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领受神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蔡尚如弟兄来诵读本周的经课。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课啊，在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第100页。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1章1到4节，在教会圣经新约240页。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力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常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感谢蔡尚鲁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在以赛亚书2章7到10节。以赛亚书52章7到10节，以下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第7节起，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几地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我们有请诗班献诗。
我们谢谢诗班这些经典的歌曲，不仅抚慰了人心，也在圣诞节唱出我们内心的喜悦。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今日准备受洗的会众们受洗。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今天诗班也给我们很多的惊奇让我们可以在聆听诗歌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感受。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2年的疫情的当中，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一个困难跟困境当中走到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在我们的当中，期待明年开始我们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好，状况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盼望。对于我们的生命跟人生也是一样，常常带着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能够有盼望，这个人才会有活的出路，才会有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带着盼望，带着在圣诞节当中的喜乐，我们也能够来见证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这个时间，他们愿意要来成为我们荣光堂的会友，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等一下在做洗礼跟转入的时候，我们中间诗班也会在为这些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会有一个献诗，那让大家知道说真正的洗礼跟这个转入是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让我们重新的再次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见证他们的洗礼跟转入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再一次的在上帝面前的认信，再一次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确信，我们跟着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一起来认信这个信仰。所以我们现在要先请2位要受洗的姐妹来到台前今天有2位要受洗的姐妹一位是陈美莲，那另外一位是这个林梅如姐妹请他们到台前来好吗？来，请你们到台前好，来，请你们转向会众一下好，2位年纪相差蛮大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看到有年长的跟年轻的都能够一起来到上帝的殿中来领受洗礼在我右手边这一位是陈美莲姐妹她已经80岁了。那各位可能不知道，她其实曾经动过脑部的手术，但是她说上帝救了她，所以她愿意能够在这个时间，她愿意能够来见证她的信仰。然后在我左手边这一位是林梅如姐妹，她其实是一个这个高手，这个音乐的方面的高手那潜藏在我们当中，希望以后诗班可以延揽一下能够来进到诗班里面。那我们那个梅如姐妹，她的父母亲今天也来到当中能够来观礼。他们2位今天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见证他们，要来宣告他们的信仰那我们就在这边来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洗礼的见证。好，请2位转过来请2位转过来面向我。好。那要洗礼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会轻易放过，为什么？因为要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愿意相信你知道有的人是因为爸爸妈妈叫我信，所以我信，或者是有的人是因为那个朋友叫我信，我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自己真心的愿意相信，那就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在众人跟上帝的面前，要来确信跟确认他们的信仰，不是被勉强的，是他们自己愿意能够来领受这个信仰。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先读一段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2位要来受洗的梅如还有美莲姐妹，你们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们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
你们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乃同时是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们心中，基督住在你们心内。现在你们应当在会众面前见证你们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们前来受洗的心愿。好，等一下我会问你们问题哈，你们来回答。两位，你们愿意接受诚心悔改，相信耶稣的宝血和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哦，好，有听到了啊。好，这只是第一题，后面还有，不要紧张哈。好，你们愿意因受洗而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好，两位都说愿意啊。好，没关系，慢慢来。还有第三题啊。你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好，各位，我们的年轻的跟年长的都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领受这样的信仰，并且他们在众人面前也见证他们愿意。我们现在就要来为他们施洗。林美如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陈美莲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的纪念他们，愿意常常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间为他们来这样的一个纪念，并且常常鼓励他们、激励他们，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跟我们一起奔走天路，那么让我们就在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愿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天路上能够走得顺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领受圣洗的梅如还有美莲都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门徒的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内心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梅如还有美莲，请你往后看哈，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会常常为你们祷告哈。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团契的当中哈。好，弟兄姐妹请坐。好，那当然这个还没有结束啊。这个通常我们说这个受洗一定要有证书，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我们的这个会友证，还有我们的受洗的礼物。好，先跟大家秀一下啊，这个会友证是很重要的，好吗？这是我们卫理公会的会友证书。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跟一般的证书没什么两样。我们有一位弟兄，老弟兄，在台北的一个老弟兄，他为了他要有这一份证书，因为他的证书后来遗失了。在他80几岁的时候，他说：“牧师，请你为我再写一份这个证书，因为这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好，所以我们这份证书相当的重要，陪伴你的一生，让我们可以无论到哪里去，在卫理公会的教会都是被认可跟认定的。我们在卫理会里面这一张会友证书永远有效啊！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给我们的梅如姐妹跟美莲姐妹我们的这个受洗的证书跟礼物啊，这是梅如姐妹。好，
再来是美莲哈。好，我知道有很多人迫不及待想要跟他们拍照一起留念哈，但是会后我们再来好吗？好，来，请两位先回座哈，请两位先回座。好，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洗礼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献诗，好，所以我们要请诗班来献诗，为我们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献上赞美的诗歌。请诗班。好，其实每次诗班献诗完，我都很想拍手，但是因为我们好像教会不太习惯拍手这个事情，拍手不要觉得它是不对的。其实拍手是因为我们很怕，很多人会很怕说，好像拍手是在荣耀谁哈。其实如果我们心里知道拍手我们是在荣耀上帝就好了啊。所以如果假设万一不小心，这个弟兄姐妹们当中跟牧师一样很激动想要拍手的时候，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感谢上帝啊，把荣耀归给上帝。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见证这个坚信礼跟转入。那坚信跟转入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如果小时候有爸爸妈妈带了来受洗了，你已经洗过了，那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教导的就是一主一信一洗，所以我们就洗过一次就不用再洗了啊，所以我们就用坚信礼来做代表。另外转入就是，如果你是在别的教会转入到卫理会来，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转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坚信礼跟转入礼是一样的，就是确定你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愿意接受基督的教导，并且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连结跟配搭，我们在这边能够有一起美好的团契，那么我们就接纳坚信跟转入。所以我们今天有2位，他们要来接受坚信礼跟转入礼。一位是于嘉贤，一位是李彩莹。好，我们请他们来到台前好吗？好，来，请你们一样转到会众面前哈。好，我左手边这一位是于嘉贤，他是我们当中的弟兄。那他跟着他的母亲，常常都在我们的松柏团契聚会。各位会觉得他很年轻，怎么会到松柏团契？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心志，他要陪伴他的母亲，能够跟妈妈一起聚会。他也透过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回到教会里面来。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他曾经受洗过，现在愿意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坚定他的信仰。
在我右手边是彩莹姐妹，彩莹姐妹也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那她曾经也到别的教会去聚会过，那她也是一样陪着妈妈来到教会做礼拜之后，她觉得荣光堂是她喜欢的地方，她愿意把荣光堂成为她属灵的家。所以跟妈妈来聚会是很好的，知道吗？跟妈妈来聚会是很棒的，你就会有生命不一样的改变哈。好，所以我们就要来见证这个于嘉贤跟李彩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坚信跟转入礼啊。嘉贤是坚信礼，然后我们的彩莹是转入礼。好，那请你们两位转过来哈，面对我哈。好，一样，坚信跟转入不是轻轻放过，我们还是一样要确定他们不是被逼的，不是妈妈逼的，也不是这个朋友要求来的哈。是我们真心的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确信跟确认。好，那我要问两位一样哈，但是我们问题会比较少一点，不用担心哈，但是还是要问一下的。好，两位嘉贤跟彩莹，你们愿意在上帝和会众面前谨遵你在受洗之后所许的愿跟所立的约吗？你愿意接受新旧约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信仰的教导吗？好，两位都说愿意了哈。好，第三个，我们要来见证他们愿意参加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我们当中哈。好，请问两位，你们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好。我们两位都已经见证他们愿意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常常为他们祷告，让关心他们，愿意激励他们，让他们在信仰上跟我们一起同奔天路的话，那我们就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无所不能的上帝，亲爱的天父，我们接纳我们两位坚信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他们加入在我们教会之后，使我们一同借着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也祝福他们两位在工作、家庭生活上一切蒙恩，让他们成为众人的见证，也讨众人的喜爱。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两位转过来哈。请看一下，每一天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会为你祷告，所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如果有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你们的帮助啊！好，我们一起拍手来接纳他们两位，然后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啊，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好，谢谢。好，会众请坐。好，一样的，我们要赠送我们的转入跟这个坚信礼的礼物啊。好，那一样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我们一样会有证书跟转入的礼物哈，这是嘉贤。好，这是彩莹的。好。那谢主，不容易哈，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教会，把教会当作自己属灵的家，这是不容易的。愿上帝祝福，让我们的家里面多了新成员，我们一起为他们高兴欢喜。我们再一次来拍手来接纳于嘉贤跟彩莹，他们成为我们的会友啊。好，一样祝贺的东西，我们等到会后我们再来处理哈。好，请两位请回座哈，谢谢。以下时间，我们同样交给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日的证道主题是报好信、传救恩。有请蔡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当的高兴，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欢喜的时刻。
不单我们庆祝基督的降生，更看到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回到上帝的家中，我们向上帝献上感谢跟感恩。这是我们回应给上帝最美好的礼物。上帝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天上最好的礼物赏赐给我们，而我们给他的回应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人，并且能够把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传给人。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知道，在教会里面，颜色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当然不是说它一个多重要的东西，但是颜色或是一些的象征性的物品，让我们会去联想到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如果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什么，知道吗？想到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想到人跟上帝的立约。所以一样的，在教会里有一些的颜色，也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象征。我们在将临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点上紫色的蜡烛，表示认罪悔改跟等候。然而今天要点上的这一支蜡烛是白色的蜡烛。为什么这一支蜡烛特别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白色的蜡烛代表的就是基督圣洁跟美好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在白色的意思上，在教会里面表达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或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美好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教会里面在过传统节日，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点上第5支的蜡烛，就是白色的蜡烛，让我们知道基督降生的日子已经来到。过去的年日里面，因为25号都要上班，所以我们几乎都没有时间可以去看到点上白色蜡烛的机会。但是我们在今天很高兴，因为在今年的时候，12月25号刚好是圣诞主日，所以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色蜡烛的点燃，还有在我们的教会的讲台的桌巾上也改成了白色，表达这是基督的一个美好的圣洁在我们的当中。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将平安、将喜乐、将圣洁带到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耶稣来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跟新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诗班在唱新生命的时候，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到的一首诗歌。那特别在洗礼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是特别感动的，因为让我们可以知道洗礼之后，或是转入，或是坚信之后，我们的生命跟过去是不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们会常常见到，就是降临圈哈。各位如果可以看到，在我的右手边这里也有一个降临圈啊，或者是我们常常会在教会的装饰里会有一个降临圈。但是各位知道，其实降临圈另外有一个美好的意义，就是那是纪念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这张图里面，降临圈的另外一半有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个其实不是怪怪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是荆棘的冠冕。好，所以这上面这个图上说 ，This is the season， 就是我们过这个假期节期的时候非常好，快乐丰盛。但是要记得，这个是 reason。这个荆棘的冠冕是 reason，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平安？因为有人代替我们付上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荆棘的冠冕，让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这个降临圈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有期待跟盼望。所以基督信仰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基督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跟赎罪之后，使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开始，他代替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丰盛，他自己承担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过节的时候，但是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以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记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刚刚的这个在开始的宣召的经文里面
特别提到这段经文，他说：“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常常在圣诞节里面使用，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这是上帝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好让他成为我们的奇妙策士，我们全能的上帝，我们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是这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读的经文，它也是我们的经文，也是我们应当常常需要领受的。当你在需要的时候，当你在没有路的时候，当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请记得你有一位奇妙的策士，他能够帮助你；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他能够来引导你；有永在的父，他能够将爱覆盖在你的身上，他能够爱你、接纳你、保护你；有一位和平的君王，他要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这一节的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的降生跟我们是有意义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耶稣的降生，不单是给基督徒的，它是给万民的。天使在告诉玛利亚说，基督的降生，他说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单是基督徒，包括没有信主的人，或是福音朋友，我们身边接触到的人，他们都应当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跟福音。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就为他们来传递这样的信息。所以圣诞节不是只有领礼物的时候，期待圣诞节是我们给礼物的时候。英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你拿到礼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或是你在任何场合拿到礼物的时候，请你不是留在自己身边，而是把这个礼物再去送给别人，把礼物送给有需要的人，把礼物送给能够愿意接受的人，让他可以得着这一份礼物。所以当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礼物是非常多的。我们不单是拿到礼物，而且要领受到的是这个圣诞节带来的意义。让我们在圣诞节里面，除了拿到礼物以外，多一些能够让有需要的人，他们能够领受到这样的恩典跟丰富。所以千万不要去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办法给什么。我们能够给予的一些微笑、温暖或是美好的言语、肯定、赞美的鼓励，都会对人有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季节里面，让我们能够多一些给别人美好的礼物。你说什么礼物都没有，刚刚牧师讲了，如果什么都没有，让我们可以多一些的微笑给别人，多一些的肯定给别人，多一些的赞美给别人。各位知道，其实昨天晚会的时候，整个晚会的筹备是我们的荣泽执事，还有其他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同工一同的参与，包括我们很多的团契小组也都参与在这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摆上。昨天到最晚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是11点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投入跟参与在这些的服事上。如果没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奉献他们的时间跟精神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我常常讲说，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领到任何1毛钱，他们没有领到任何的薪水跟领到任何礼物，但是这些人他们愿意奉献跟摆上自己的时间跟精神跟体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岁末年中，一年要新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多一些的肯定、赞美、鼓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的氛围成为一个肯定人、赞美人、鼓励人的一个地方。我们所领受到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所领受到的免费其实是最贵的，因为有人愿意摆上。如果你要用这个时间来算的话，其实有很多人这个时间都是搞不好有1分钟，搞不好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上下的人，但是他们愿意摆上时间在这个地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也纪念那些穷苦跟需要的人。最伟大的礼物不是放在圣诞树下，是挂在十字架上。最伟大的礼物不是在地上的，不是世界给的，是从天上来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最美好的礼物在我们当中。所以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节日，所以我们当中的小朋友要记得，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是耶稣的生日。所以没有耶稣的圣诞节不是圣诞节，
所以如果只有记得圣诞老公公，只有记得圣诞树，那么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圣诞节。圣诞节是因着耶稣而来的，所以恩典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耶稣。所以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就是领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期的时候，让我们常常记得我们在圣诞节这个过节的意义，除了欢乐以外，让我们记得上帝给我们这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问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一节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很多事情你不明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要得着的这样的美好的祝福。所以圣诞节的时候，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过去这2年已经太多的这样的愁苦苦难，或者是一些捆锁，让人很不得自由。然而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期待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传递美好的信息跟盼望，让人能够成为有盼望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能够有期待，对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这一份爱从天而来，而且这份爱是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透过这一份爱是最美好的圣诞的祝福。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报好信息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报佳音传好信息的人。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讯息。第一个，圣诞节要传讲耶稣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被耶稣来改变的，让我们能够多一些的分享，跟人分享这个美好的见证，耶稣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两位受洗跟转入跟坚信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美好的见证。或许在小组里面，你们也可以多一些这样的分享，耶稣怎么样改变了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怎么样跟过去不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期的时候，除了我们欢喜快乐，也透过真诚的悔改，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跟生命。当我们愿意真诚悔改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重新的临到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人。透过真诚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认罪悔改，让我们重新有新的出发，新的开始。第二个，圣诞节期要把握传讲耶稣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失去跟人传讲耶稣的机会。有机会我们就跟人谈到耶稣，跟人谈到有机会的时候就能够跟人分享，不单是跟基督徒分享，也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跟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分享。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1章28节说，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各样的智慧方式，各样的聪明，让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第三个，圣诞节要传讲的耶稣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只有给基督徒相信的，也给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真理。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创造者是最大的礼物，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与人分享这个美好的礼物。所以即使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跟他传递这个美好的信息，让他们有机会来得听福音。所以刚刚提到了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天使来报好信息，说这是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都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不是只有给基督徒，也给世上所有的人。最后期待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耶稣，我希望人能够透过我的生命来看见你。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见证。但愿我们透过圣诞节期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人，我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人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都渴慕跟渴望来听这个福音的故事，都希望能够从你身上能够得到那个美好的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透过我们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一份美好的礼物，就是主你自己。愿你帮助我们，让人透过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好，使人认识你，并且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祝福我们在圣诞节期的时候，喜乐平安临到我们当中。那些的愁苦跟那些的困难，还有所有的这些的伤害、纷争、嫉妒、骄傲，全然从我们当中除去。愿平安喜乐再次回到我们的当中。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看投影幕，同声诵读本周的金句2遍，一起请。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喜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再次，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救恩对喜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以赛亚书3章谢谢。接下来回应诗歌，会众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以回应诗。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神人融洽常欢喜，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间大小邦，其余诸天共颂扬，天长地和喜不胜，基督生于伯利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基督本为永生主，天使天君齐拜服。末世竟然有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至高上主披肉体，升到化身尊降地，甘于世人居下地，乃我主以马内利。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欢迎天降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生命亮，他消痛苦之创伤，谦卑放下天荣尊，将使救人免沉沦，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与主相亲。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救主万国王，救赎是我心上，梦回全世间万界，是我生活而智慧。罪行消除去情，从此应有主生息。基督降生救世主，罪人不得主爱从。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请坐。接下来，我们预备新
恭敬的以金钱奉献上帝对我们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到教会来，还未预备不了解奉献的意涵，可以让奉献袋经过你身边即可。视线同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由衷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和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有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这些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的兴旺。你是配得赞美以及感谢。这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向主呈献歌》。请坐。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兄弟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比手，拱手不握手。开始。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公义，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起立。Hello，你看，啊，谢谢。来，小心小心。哦，来，拍水。价钱。谢谢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会众。我们今日有
有5个新的会众，我们一一来欢迎他们。第一位是徐典章，由财叔推荐的，可以起立吗？让我们看一下。来，我们拍手欢迎。第2位是何怡杰，可以起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谢谢你，谢谢你。第3位是侯怡欣吗？侯怡欣，他们都是由梅如介绍的。接下来是涂吗？涂介法夫妻吗？来起立一下，欢迎你，欢迎你，谢谢。他是由瑞玲介绍的。再还有一位是邱素月，邱素月有吗？有，也是玉姐介绍的。好，没关系。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也希望你来真正的受洗，成为我们的会众们。好，我们一同来关心一下教会的事工。我们来看周报的教会消息以及代祷事项，也同样请下周的服事人员能够准备心来服事。本周为圣诞主日，我们欢迎新的主日会众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本周的点燃的白色蜡烛，也请为教会进入了圣诞主日预备心祷告。本周主日的台语堂周秋华姐妹转入，今日恭喜陈美莲以及林梅如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欢迎李彩莹以及周秋华加入荣光堂这个大家庭。坚信里与嘉贤弟兄在信仰生活上更坚定在神的话语教导，也请为坚信及受洗转入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关心祷告。下周主日适逢元旦的假期，教会办公室1月2号是休假的，但1月3号会上班，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开放时间，并注意外出的安全。待会主日后12点40的葡萄小组有查经的聚会，题目是我们这一家亚当和夏娃篇，欢迎参加在1楼的副堂。下周主日为2023年1月份圣餐主日，加上立约礼拜，是和2023年第一次受洗的主日，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也为2023年上帝面前重新立约祷告。为提升台语的读经能力呢，蔡伟文蔡牧师将于2023年2月开始，每周6的上午10点举办台语读经礼拜，为期4周。读经内容为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7章第29节。即日起可以向牧师来报名，5人以上可以开课。2023年的马太年度目标为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期待高雄荣光堂成为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卫理神学院的延伸班释经学课程年底即将的结束，也为学生的学习顺利来祈祷。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周四的祷告会是实体跟线上并行。小组聚会由小组长决定是否为开放实体。目前的主日崇拜以及台语堂是同样采取线上跟实体并行的。若有特别的感动要奉献，可以利用转账、信用卡以及交给办公室。明年1月到3月的国台语主日崇拜服事表的正式版已经贴在了公布栏上，也放在各群组上，请同工务必前往确认。如需更换服事的时间，也互相协调后再通知办公室修改。今年年尾的会计年度账也将最后做整理，如需申请支出款的会友，请于这个月底至办公室申请。明年1到6月份的任花现任表
献花认献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教会的2023年的月历会送给每一个家庭一份，可以至1楼的招待桌领取。还有，如果有弟兄姐妹需要借用教会的场地，也提前跟办公室登记。为你祷告手册70天，欢迎弟兄姐妹们登记后免费索取，可以请洽办公室。牧师是否要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多一些补充哈。我们刚刚的回应诗歌，这个听了天使高声唱，这是我们卫理会的诗歌，是查理卫斯理，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所著的诗歌哈。所以这是我们标准的卫理会的诗歌。所以当我们在唱圣诞节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也记得这是我们的卫理会的诗歌，这是我们卫理会为这个音乐界的一个贡献哈。好，那我们也请大家来就是注意几个事项。明年的1月1号刚好就是下个礼拜天，那所以1月1号是我们的刚好是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卫理会的传统是在每一年的第1周，我们称为立约主日，就是我们跟上帝重新有立约的开始。那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对于立约这个词好像有点怪怪的，或是觉得很担心害怕，会不会什么发誓啦哈，或是天打雷劈啦，或是什么那个不会了啊，放心哈。这个只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重新再一次的确认我们要这样做啊，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它会有些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不是，但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跟上帝一个重新的立约。上帝接纳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他每一次都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再一次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再重新的立约。那虽然我们也许不能够达到标准，但是至少我们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啊，所以期待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卫理会的立约主日。卫理会的立约主日，这是我们卫理会的传统啊，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在1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第1个礼拜，我们有这样的开始。然后我们也有台语跟国语的崇拜的联合，那所以下周主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在8点半聚会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主堂聚会。所以假设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你不认识、没有见过，或是你有印象，但是不知道他是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也多一些的接纳跟关心哈，让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主堂一起聚会的时候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能够有很好的互动我们因为同一个教会，那所以我们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不同楼层聚会。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明年我们的周报会改款。那请大家特别注意，明年的周报我们会改款。我们原本的台语堂的周报是分开的，跟国语堂分开的。那我们在明年开始，我们会国台语堂的周报会合并成一本。那所以你也会看到台语堂的崇拜的内容。那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报告的内容，还有我们所要使用的这些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那其中我们会增加一些就是灵修的小品文。还有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灵修的笔记，让我们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也会有跟台语堂一样，会有一个问题讨论的地方，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的问题的一个分析跟探讨在小组的里面。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周报，不是把它带回家之后就放了，而是可以成为你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再重复的再来看一次的这样的内容。那1月22是我们的春节的时间，那一样也是我们国台语会有联合礼拜的时候，因为春节的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返家度假或者是不在，那所以我们的国台语堂会合并在一起。同时那一天也是我们的新春礼拜，华人的春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所以请大家也记得1月22号是我们的新春礼拜的时间。那假设如果你真的没有家人可以一起的聚餐聚会，那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回家的，那除夕的夜晚，牧师家会有这个开放这个除夕的晚餐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相聚团聚的，也欢迎跟牧家一起来吃饭。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一起可以有聚餐的时间。那期待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渐渐的能够往好的方向走，特别明年开始可能应该要渐渐的会解封了。
那我们期待往这个方向走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健康的教会，能够往前迈进哈。那台语的读经班，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参与的话也欢迎我们的国台语堂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或是新朋友也可以，如果想要练习台语的那个读经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分享。牧师也不是很专业，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罗马拼音，没有学过这个罗马拼音，但是至少我的母语是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些交通，可以有一些互相的学习。好，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可以在2月份的时候会有4次，我们的内容是在读这个登山宝训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登山宝训的这一段的内容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愿意来学台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以上，谢谢。我们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起立来唱山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主是生命，三位一体，同宗同尊，万众是人，万物之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圣诞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让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跟恩典。愿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在来年的当中，我们所有的一切更蒙上帝的看顾保守，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约。让我们在殿约中默祷，为今日的报告事项以及肢体消息来祈祷。心里若有忧伤，或是特别需要祝福以及祈祷的会众们，可以前来，牧师会亲自为您祷告。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神爱你们。